小薯茄9週年節目巡禮，由簡單創出不平凡，精心炮製，匠心之作。越難行嘅路就越難行。下一站係薯茄 Party Game VS， 每集我哋都會邀請嘉賓上嚟同我哋對決，睇下最後邊個先係 Party Game 之王。而第一集我哋請嚟 GFFT。成功就能發達，發達發達發達大雞，發達發達發達大雞。大家好，我係 AI， 日日被勞役做到大，問埋晒啲冇腦問題，當我係電子雞，入小水剔絲秒計，呢幅圖係乜嘢嚟？嗌小遊戲。頭都爆，笑到你哋瞓唔到覺。我有啲嘢想同你講啊。你又唔想食煙喎？唔想咬我膊頭喎？你唔食我咪唔答咯，你放手咪掉咯，你掉我咪放手咯。你唔放手我點掉啊？你唔掉我點放手啊？你掉！咁中意拗，去薯茄小辯論度拗啦！喂，有得啫！歡迎收睇庖丁解童，庖丁肥蚊解童。唔好意思。肥蚊解童，你想拍飲食節目啫嘛，你自己拍一個咪得咯。不如你同我拍啊！唔拍。我請在座各位見證，我情人婦願意娶你為我合法妻子，無論順境或是逆境，富有或貧窮，健康或疾病。我將永遠愛你。